9月份。今天呢，我们在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呢，我们有2个重大的这个事工要推动。第一个就是我们例行的每4个月一次我们的中保代祷的同工，等一下要做一个宣告跟差派。那神借着这个代祷事工，建立了我们教会一个属灵的一个根基。那还有刚好也是这个礼拜，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我们预备要筹组11个幸福小组，开始推动团队传福音这个神圣的工作。他们要在今天也被祝福、被差派。那我就想到说，也许透过这个主题，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更多的确信跟学习。意思就是说，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读的很熟悉，但是我们怎么样实际运用、实际推动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透过全备的门徒建造这些经文来跟大家学习。前面的经文我们就读过，我要复习一下，因为在五重执事的经文来的里面，那个以弗所书这一段和本我们常常会背的我们就可以来复习一下。我想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开口再读一次11节跟12节，好不好？一起来。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很熟的经文我们常常略过了，就跳过去了，没有深入去思考这些经文在我们现代的生命、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所以有时候复习，有时候提醒，有时候再一次强调，是让我们再一次好像调一下我们的一个电脑，不要有一些杂质进来了，我们一些东西要重新调整，让它回到正规的轨道。那这段经文是保罗呢他的教导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教会跟门徒的建造观里面，这个五重执事是保罗在教会里面最强大，而且是大家耳熟能详，常常可以讲出来、背出来的一段话。那五重执事，如果从刚刚和合本的圣经里面，他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了，大家背也会背了，内容也了解了。不过有一个观念上我们要一起沟通。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先不要让它陷入一种好像一个职位的名称比如说这个人是使徒，这个人是先知，这个人是负责传福音的，他是比较有那个侍奉上的领域这样的一个呼召，或是他这方面有特别神给他的一个恩赐跟能力。也许大家都不称他是使徒，但是他有使徒的权柄。换句话说，最容易误解，也许你会想说，有牧师，那当然夏牧师就是那个嘛，这个也不是职位的称呼。在早上第一堂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它是台语的现代译本，他就讲说是什么呢？是牧羊者。牧羊者，那意思就比较属于一种领域、一种工作职掌方面的侍奉，而不是一个名称、一个单位。好了，还有教师，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他是教导者。好，所以呢，夏中间牧师他写过一篇文章，他曾经把这段话做一个简单的解说，那我们也许就比较更清楚。他这样讲，他说，在侍奉团队这个五重执事，如果全部都俱全，你记得是侍奉团队，所以表示说我们这个教会有一群侍奉的团队，那这5项的执掌功能那个能力都能够在这边发挥。他说信徒就得以成全，因为各方面都被兼顾到了。再来，信徒的个人功能就可以发挥，因为不同的执掌它会影响你在这方面成长嘛。有使徒，有先知。他说因为
每一个信徒都成长，当然教会也会跟着成长。因为教会它的个体是每一个人，那形成一个团队，一个整体。那不只是教会成长，个人也会得造就。所以呢，简单的解说这使徒这五重职事里面它的定位，或者说在我们现代教会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第一个，使徒，我们一旦听到使徒，一定会想说啊，就是耶稣他的门徒嘛，这些12使徒嘛，好像一个惯用的名称已经挂在他们身上啊，其他人都不是使徒。那请记得，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信的时候，已经超越使徒的时代了。不是说使徒还没已经都离开，不是，是他到外地去传福音。那他讲使徒，只讲耶稣的门徒，那这个使徒这个名称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不对？一定是说使徒这个职分，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点都有这样的职分在，只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门徒是耶稣的门徒，一个特定的名称给他。但是使徒的职分，其实在历代都还继续传承着。所以他如果用现在的教会的眼光来看，就是使徒就是一个领导者，一个团队，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或是整个全台湾的教会有这样的领导人。这样领导人他有特别神给他的恩赐，为什么？他对团队的意向跟托付他掌握得非常清楚。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在台上呼召的领袖，大家愿意跟随他，知道他所做的是神给他的意向，大家愿意跟随。那这样使徒当然这个数量不会很多啦，因为大家各讲各的就不行了。所以这样是特别神给他托付的，因为他是在领导团队的意向目标。当然，我们说人不多的意思，不是说不能那么多使徒，而是说在一个团体里面、一个单位里面、一个完整的侍奉的团队里面有这样的人才，那这个是被神所特别托付的。他可能不是做那些小细节的事，他会讲出一个方向，而且他有领导的一种才能这个是使徒他的这个身份。那第二个，先知，我们也容易被陷入什么呢？就陷入什么？陷入那个以赛亚啦、以利亚啦，或是说那个以利沙这样的先知的一个形式他在当时跟列国的国王在那边互动。其实他先知从今天的角度是什么？他是一个守望者，他是一个带导者，他是会很容易观察出时事的变化，找出一个方向，然后呢成为带导者。所以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我们的中保带导团队，他们就是先知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们是看见前面神给我们指引的道路，把它指点出来，把它守望。因为有一些偏差，有一些软弱的部分，这一群人他会为他做祷告。所以呢，甚至他是宣讲出来，把他们所看见神给他们的一个呼召，或是怎样给他们的启示，他们表达出来。当然有时候先知是很直接表达出神给他的言语但是有时候这个是要被使徒或是我们教会的实际的领导者牧师来为他做一种确信，而不是自己想到了就讲。那这样整个先知的一个系统就会搞乱了，因为他可能会影响到跟使徒的领导不一样，那就麻烦了。但是有对话的可能性，因为大家彼此在了解到底在这个时刻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那第三个传福音的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专门领人归主的和平使者。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有幸福小组11个组那一组如果是5、6个人的话，那11个组就已经60几位一起要受差派，因为他们要成为教会跟这一些慕道友，或是这一些我们所谓的 based， 跟他们有一个非常亲和的接触，所以他才叫和平使者嘛。然后他这样的运作，能够一直推动整个教会有那个传福音的行动，因为看到有人归主了，有人灵魂得救了，有人被神所触摸了，他的整个生命被改变了，我们教会
上上下下就非常的兴奋，感觉神是那么多好的礼物给我们，那我们会觉得说这一个热忱会一直延续下去。那这个是传福音的一个功效。但是有时候传福音是普遍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成分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的，因为他被操练了，他被学习了，他被激励了，也许他这个传福音的职分就在他身上显现了。还有我们刚刚讲说牧师，对不对？牧师呢，不是一个职长的名称啊，不是现在夏牧师这个牧师这个个人而已。他牧师的职分刚刚有讲了，就是牧养者，牧养者，所以他是牧羊人，是负责照顾、关怀、鼓励、安慰、喂养。他有心灵上的软弱，我们来鼓励他；他有这个真理上的不足，我们陪他读圣经，来告诉他圣经的讲解是什么。那这些就是牧者的身份。这些牧养者，他连结团队成员，在团队让团队，我们比如说在一个小组，在一个团契，在一个属灵的单位，比如说圣歌队也是，都是在这个当中被建造。有人就是有这种牧养的恩赐，因为他心中很柔和，他很容易亲近人，他会被信任。那鼓励的话听了心中很窝心，他觉得一些烦恼都因为他的鼓励我就消失了。那这个都是一些牧养者的一个恩赐哈。那教师就是教导者，他教导成员明白上帝的话，因为这些是要有教导的恩赐的，他会把一些真理的东西呢化繁为简，讲得很清楚，讲得不会漏掉，而且是合乎真理、合乎圣经的。那这些人，当然我们教会里面的我们这样的恩赐人就很多啦。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们的成人的查经班的老师，我们的很多的圣经查经的讲师，都是这样的恩赐的，因为他们不只是明白上帝的话，而且是怎么样把上帝的话实际运行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生命、你的家庭里面。那这样有这样的，因为这种教导不是像牧师在台上宣讲，就是一个段落或是一个呼召性的，而是他巨细靡遗的、很细腻的做教导，让他很完整不会漏掉。那这样的教师有这样非常好的一个恩赐在里面。换句话说，这5种类型的那个职长或是他的特色能力，就存在在我们这个团体当中。不是说有人封他使徒，他就是使徒啦，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人被兴起了。那一个教会里面，如果这样的人才都聚集了，那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成长的作用。所以呢，在经文当中有人这样解释说，牧师、教师，就刚刚我们讲的牧养者跟教导者，有时候是连在一起的。特别是现代的教会，我们有小组的事工，有时候是一个人有这2方面的恩赐都具备了。不是说我只做这个那个我不会做，其实是连带的。有人可能比如说一个牧师或一个领导者，他可能各方面的恩赐都有，也许哪一方面比较强项，但是他各方面都会。那小组里面的小组长，大概就是担任的牧养者跟教导者的责任，因为他跟羊群是接触第一面接触的，是最第一线的、最直接的接触。所以如果说这5重职事，用我们现代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来讲，小组长就是最适合当牧者跟教导者，因为他们直接接触的这些会友，接触的这些我们的小组员。所以呢，有没有看到保罗他讲当时那个时代，他是讲这个各方面面面俱到的。但今天的教会，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职分清楚的宣告，以及兴起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当中，那才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努力的方向。那我们如果说再从经文11节到16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讲这些事情有一个脉络，一个连贯的就是5重职事它的目的还有它结果会产生什么样。我们如果说从5重职事来出发，整体来看，
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在教会跟门徒的建造上面是非常完整的、完备的教导。所以直到今天，每一个教会，他还是遵照保罗当初所说的，把它运用在教会里面。当然，每一个时代我们所接触的那个 term 啊，或是那个名称，或是那个状况不一样，但是都符合在这个五重执事里面，那是一个完备的教导。所以第一段11节是怎么样？他是说教会应该有五重执事。如果教会缺了2个、3个，那根本教会的成长就会发生问题。所以11节说，他也是施恩赐给人的那一位。施恩赐哦，记得是神赐给你的。你会讲说啊，那5个我大概什么都没有。请记得，恩赐是上帝所赐的，不是自己找来的。所以你要渴慕，你要寻求，说主啊，我以前不是基督徒，我现在是基督徒，我怎么这5个恩赐我怎么本来就有呢？是跟神渴慕，说神啊，我要被你所用。到底这5重执事哪一方面是我啊？本来你创造我，你让我在这个社会所学习的东西，我到底怎么样运用在5重执事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态度啊，不是说啊天生就有了。有些是被操练的，有时候被激励的，有时候被教育的，有的是被神所特别恩膏的哈。所以你看，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些是应该有，缺一不可。有这样的话，教会就不完全了。第二个，5重执事有什么目的？这一些人到底不是什么排坐好像风活风向把它排在这边有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说在里面形成一个侍奉完整的团队，他目的是要准备上帝的为上帝的子民为他工作。准备意思就是兴起所有的基督徒，从接受主开始就要被建造了。这些人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一个部分。有这一群侍奉主的同工5重执事都存在在教会里面。然后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透过这5重执事的服事、教导、鼓励，然后被建立了。那教会就在这一群建造当中成长了、强壮了。换句说，你看看保罗，他从来没有讲说这一群人是要建立一间礼拜堂、一个硬体、一个建筑物，没有啊。他说这一群人才是教会啊，这一群人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这一群人信仰会不会坚固？他们对神的认识清不清楚？是在讲说这间教会强不强盛，而不是一间教堂冠冕堂皇那建造好几亿的金钱就是一个坚固的基督的身体，一个坚强的教会，不是，是里面的人被建造。所以我记得我们去年呢在完成我们教会的这个建堂的奉献已经有结余了，我们又结束了。我们当时记得大家都很清楚说，我们硬体的建造目前已经足够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整个生命、整个神给我们的职分的建造。这建造就更细腻，这个建造就更持续不是一个阶段就完成了。教堂盖好了，那使用执照拿到了就好了，是我们一直在建造。这个是一个活的肢体在建造，所以呢，一旦这样被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的结果会变成怎么样？13节说，最后我们将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因为透过这个5重执事的服事、教导、提醒、遮盖、守望、关怀，这些都被一起建造。所以我们对神主耶稣的信仰就清楚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会说他讲他的，我讲我的大家各讲各的，到最后没有一致的认识，是因为被这5重执事所建造了，大家清楚认识主耶稣。他说这样子才是叫做长大成熟。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已经到20岁了，但是为人处事、说话、跟人家接触，好像还像小孩子，因为他不只是外表
体格的成长啊，是因为他的思想、他的认知都已经成熟了。那为什么成熟？是把一个目标放在主耶稣。他说，基督那个完整的境界，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请问谁敢说我已经像基督一样的完整了？我像基督这样的完全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永远的目标嘛，所以一直到老，我们都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长大成熟，不是说我都已经成熟了，20岁啊，各方面的肢体都健康了，就不用了，没有，他是一直在建造。那所以长大成熟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属灵丰盛的状态。那特别是在信徒会友当中，有新的进来，有老的离开，这样的一直在演进当中。那这个建造就像细胞在更换一样，一直要保持，一直要保持。那这样我们教会的这个肢体才会这样成熟哈。那再来是，当时呢，以弗所教会是在地中海，在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海边，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繁盛的海港的都市。你知道海港的都市会怎么样？就是很多的货物，很多的金钱，但是很多罪恶也都在那边产生。很多的一个知识的交流有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牧师曾经在以前曾经去参观过，当时的以弗所的旧的城区一个城市盖的让你们现在的人就觉得说，那个是真的是鬼斧神工啊！因为都是用那个大理石所盖的，那个街道也好，有一个非常棒的图书馆。当然屋顶都掉了但是那个墙壁都是非常洁白的大理石，整个街道、整个那个廊道，还有那个柱子都还在哦。还有一个当时的我们所谓现在那个澡堂，你知道罗马时代那个澡堂是非常非常需要或是非常著名的。那个下水道还有下水道，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的导游特别给我们看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厕所，说当时就有抽水马桶，但是不是现在的抽水马桶，是一种他用导入那个活水那个流水冲过来，那所有一些排泄物都可以被冲走。真的是在2000年就有这种东西了。但是也因为这样知识交流。很多思想学说都要在这个地方，好像来建立他们的滩头堡。保罗就提醒这些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你们这边有很多的条件，有很多的很好的一个来源，但是记得，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不只是其他学说，当时的希腊文化、希腊的思想影响整个地中海，那还包括对耶稣的认识，也有很多不同的人来宣传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被五重执事所建造，消极面就是要抵挡这一切邪说来影响你的信仰的健康。所以他说，我们这样才不会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所编造巧妙的诡计，随着各样的学风飘来飘去。因为信仰如果不坚定、不清楚对耶稣的认识，所以当时你知道，如果读教会历史，在罗马帝国正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信仰的时候呢，300年之间那些邪说、那些奇奇怪怪的言论都在那个时候出现。所以难怪保罗会非常提醒说，你要被建造，会要坚固，要长大成熟，要思想成熟，因为很多不同的言论、很多不同的学说会影响你。那再来呢，还有就是第15节。他说，反而我们在积极面，要在教会里面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在各方面向着基督不断长进，他是头。其实有的经文在翻译的时候，他是头这3个字是在16节的开始，但是他因为翻译的时候就按照旧的经文的系统这样标在这里。为什么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呢？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这一句话，都会用这种方式说：“我跟你讲什么事情？因为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品格、整个修为当中，我们有很好的属灵长辈来教导我们，直接讲说：“也许我们的
说话的态度啦，我们处事情的方法啦，我们跟众人一起相处的方式呢，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有一些长辈或是一些属灵的教导者告诉你、提醒你，那这个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但其实保罗的意思还有加上一样，刚刚我们14节不是有讲吗？有些奇异的说法对耶稣的解说都不一样。当时最流行的是说，耶稣到底有没有死？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那耶稣来世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一种虚幻的？哇，一家邪说很多所以呢，这些门徒们，这些五重执事的同工们，他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告诉你你的偏差、你的错误，你有一些地方可能要修正。因为我们从保罗他所讲的这些真理，从使徒所传来的真理，什么样才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没有一个教科书告诉你这个才是正确的啊。我们的使徒信经，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个叫尼西亚信经，这些都是因为要面对很多学说在影响正统的信仰，所以就被当时的大公教会所订立下来。那当时没有，当然就是靠这一群门徒。靠这一群五重执事的同工，用爱心说诚实话，一直调整你，一直训练你，让各方面向着耶稣基督不断长进。目标没有，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完全，我们要向着耶稣基督不断的长进，因为这一种长进才是健康的长进，这个才是长大成熟的长进。不然的话，你被一些邪说把你影响到你越走越偏啊。刚开始没什么，但是越走越远。你知道我们在数学上的公式，或是那些解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只偏了一点点，零点多，但是越走越远，就越差越大了。好了，那保罗还把最后这一节做一个很完整的描述。他说，长大成熟的教会就像这样子。长大的成熟的教会，就像16节所说的，整个身体都倚靠它，借着各关节、经络互相配合，彼此连结。那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活动，一个肢体。他说，这样各肢体就发挥功用，身体就会在爱中渐渐长大、建立起来。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说各关节、经络互相联络，各肢体发挥功用？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是一个神经系统，它在主导的时候，很多事情你是直觉的，马上做，你不会说听到指令又在想说这个对不对，那根本就来不及了。有一个火焰过来，你会马上伸手；有一个危险来，你会闪开，是因为整个身体就产生一种整体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知道刚刚今天那个亚洲的运动会要结束了哈，我们这一次台湾队好像表现得还不错哈。你看那些训练有素的选手，每一样动作是精准到哇！我们的那个100公尺、200公尺的选手，就差了千分之一秒就第2名。你看那么大的那么小的微差，竟然有那么大的结果。那这些运动员最了解全身的经络是各相发挥功用，才有办法达到好的成绩，球技才会好他的运动怎样的成绩才会更好。那一个教会就像这样的健康的身体，它各样的肢体都非常的联络得很清楚。我们常会讲说这个机器有一点坏掉了，或是这个麻木了、麻痹了，是表示说这个团体有一点状况，它有一些末梢功能已经没有了，所以一些小小的细节没有被发现，那困难就大了。一个公司团体，如果在一个小细节没有注意，有时候可能一次就要亏好多亿的钱呢。那所以我们一起从这段经文做一个对照，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它一个对应。就是我们要长大成熟，就是要有这样成熟的思想。他用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成熟的。他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思想上不要像小孩，在坏事上倒是要像婴孩。因为对事情很纯真，你就不会做坏事啊。通常很多做坏事就是心中有一些
污秽在里面，才会想要去做错事情啊。再来，他说你们在思想上要成熟。换句话说，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思想上是成熟的，但是罪恶做坏事，你就很单纯、很纯真，不会去害别人，或是要做错事情来让一些事情得到很不好的结果。所以呢，再把它浓缩，整个4章16节给我们的这一些教导。第一个，整个身体都是依靠耶稣基督，不是用人的方法去建造，是基督他的教导。第二个，各关节经络互相配合，就彼此会连接肢体，好，那就这样可以发挥它应该有的功能了。因为各个连接经络都很顺，所以我们常会讲说，人到一个年纪会发现说，奇怪，我的动作就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么的有效率那么的敏捷，就感觉说年轻真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慢慢被退化那教会不能因为这样子，而是要时时保持更新，让各肢体都发挥功用，而且各肢体呢，它的效能有发挥出来。再来，我们的教会就要在这个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会在爱中渐渐长大，因为它是融入在爱的当中。可能有一些教导有伤痛，但是那是被爱所高抹的，然后这样的教会就会壮大，就会成长，就会健康。所以呢，最后牧师要做另外一个角度的述说，让我们知道这5重职事在教会里面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有看到那个领导学或是所谓的这个组织学里面，他会讲说，教会是社会的第3部门。他在讲那个动力的来源第一个部门是什么呢？第一个部门就是这个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非营利机构的经营之道》。他把它界定成说，第一个部门就是我们的公权力，我们的政府这个组织，它的公部门是第一种权力的来源。它的运作通常都是国家都有它的法律比如说公务员做什么事情能不能做，它都有一个法律来源，而且是整个人民纳税愿意接受它。比如说立法院定了什么法律，为什么它能够执行呢？因为大家赋予了它这种能力嘛。警察为什么能够抓你违规呢、超速呢？是因为我们给他能力。好了，这个是政府的部门。第二个部门是所谓商业的私人部门。政府的部门是靠公权力，商业部门是什么？专门就是你的盈利，到底你的业绩好不好？你做得好，我给你奖金你业务好，我就给你升你的职位。那这个就是一种激励嘛，因为我要得到更好的报酬，我要得到更好的生活的那个资源，所以我就努力去达成这个目标。那我们的教会是类似什么？就是非营利机构，这是一个社会的部门，是一个民间的团体。我们常说 NGO。那这些为什么是非营利机构呢？因为它不是以盈利为你的第一目标，但是它还运作得很好你知道世界有很多非营利机构，我们现在就把它新的名字叫社会企业，做得比一般的公司还好。因为不一样是什么？是因为里面的人他有一种超越利益、超越权力，而且他做得更快乐的这一群人。那第3部门，我们的教会就是要认知是从那个能力从这边来的。所以呢，快乐的义工、喜乐的侍奉，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彼得·杜拉克他还说，这种力量产生不是靠政府的政治力、公权力，也不是靠商业部门的盈利求业绩，而是完全以使命，有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呼召。教会比较常讲说意向，或是愿景。所以你看我们台湾为什么人家说最美的风景是人，其实是很多很多的一个公益团体，他们那边花时间奉献金钱，用尽他的智慧去创造很多在我们社会上非常棒的一些人民团体。他不靠政府补助，也不是私人的盈利，但是他就能做到那么些，因为有人认同他，有人愿意捐献给他，因为这
这个所做的让人家佩服。好了，那我们也看到说，在新世纪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社会的团体，它都必须要有团队。单打独斗啊，除非他是一个天才、一个科学家，不然的话，都是透过团队来达成的。我们知道，政治团体，我们的县市政府就是一个团队，我们的中央政府一个团队，那企业团体更不用说了啊，一个公司的治理是非常不简单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会那这样子钦佩那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因为他带领了台湾的一个非常世界性的企业啊，在被人家所尊敬。那体育团队更不用说，就是一些球队啊，怎么样运用哇，都是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才能跟智慧。那我们教会用什么治理？就是五重执事，是一个团队在里面运作，所以只有团队才能完成伟大的使命。那当然教会更不例外。所以我们要跳脱以前一种圣跟俗之分呢。以前呢，因为在欧洲那个时代，因为特别是在我们所谓的中世纪，因为欧洲的信徒都已经归主了嘛，没有什么非基督徒啊，异教徒都在国外，那国家里面都是基督徒啊，所以他们慢慢会走到一种阶级之分啊，这个是主教啦，什么圣品阶级啦，啊，其他都是信徒，因为他们只来听道，啊，只来奉献，其他事情不做。但是我们现在台湾是面临在一个异教的社会，对不对？出去一大堆人都是非基督徒啊，所以我们的态度要变成不一样，一种整体的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整体的基督徒每一位都是被教导在融入到这个五重执事当中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到底什么样的恩赐被建造，你一定要好好去寻求，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被成长，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而且是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是健康的身体。那个夏中间牧师呢，他曾经提出一个基督徒5.0的一种比喻。你知道我们现在啊，整个企业还有整个高科技，它有一个进化嘛，1.0、2.0、3.0比方工业化啊，有1.0、2.0、3.0，现在已经到 AI 的服务时代了啊，有几点零一直往上升，一个阶级的升。但是基督徒呢，他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到底是属于几点零的哈？他说，有的基督徒是信徒1.0了，他只是名称上是基督徒啊，根本教会有来没来也没差。有的是第3代、第4代啦，他名义上是说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但是我是不是还不了解。也许他有受洗过，但是他对自己的身份根本不清楚，那这个叫做形式上呢是挂名的基督徒。那第二个稍微有一点改善了，就是他会来聚会，但是其他事情他不做，就是2.0，他只有参加聚会啊，很正常啊，但是他整个教会的事工也许跟他没关系啊。那第三个基督徒3.0，就是有聚会，也参加服事。以往的教会，一个当牧师的，如果说你的教会有这一群信徒是3.0，你就感谢主啊，因为有人服事，有人来聚会，那教会不会空空荡荡，那就非常感谢啦。不过请记得，在新的这个时代，我们更清楚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因为还有基督徒4.0，是你会聚会，你会服事，还加上你要会传福音。因为我刚刚已经谈到过说，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你的亲朋好友，他还不认识耶稣那基督徒在5重执事被建造，他就是参与到传福音，这样才能够更符合。但是最终极的、最完美的就是5.0，他不只是有前面这3项聚会、服事、传福音，而且他还是被建造的门徒。就不只是我自己成长，我领人归主，而且我还能够教导别人，我还能够成就别人，我还能够让人家成长，让教会这个身体更健壮、更扩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努力，因为
这个是保罗在当初所设立一个非常经典的教会建造的模式，门徒建造的模式。但是我们不期待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留在 1.0， 或是顶多 2.0啊，我已经够了。你一些神给你的营养、能量、智慧，还有你的恩赐，你都摆着不用，那真的是太可惜。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跟智慧，一起往5.0的基督徒来成长。